呢隊意大利國家隊係咪真係好似我哋中國隊？今日呢條視頻啦，我都唔知係講情懷啊，定講而家。情懷是美滿嘅，而家係悲哀嘅。2日前啫嘛，中國隊又要等世界盃啦，係咪好失望呢？如果你同我一樣啊，中國隊我哋以往威過㗎，幾時先再崛起啦？同意大利一樣，近兩屆世界盃已經冇份㗎啦。咁而文仙尼2023年被炒啦，揾咗路瑞斯法列提嚟到啦，點解又咁似我哋中國隊嘅？好緩緩，你換個伊雲高域，而家眾人皆鬧，你快啲走啦！今日講分級主角意大利，今朝早咧竟然啊半場啫0-3輸俾挪威。挪威下半場如果唔係中柱啊，或者留有兩手啦，可能輸得仲多都有㗎。攻守中場乜都冇，就係意大利嘅總結㗎啦。啲咁多為佢講啲説話啦，佢哋嘅阿頭國際米蘭啦，鎩羽而歸，竟然咧0-5大敗俾啲聖日耳門啦，歐冠啦，3年內第2度啦係攞咗亞軍啫。咁另外平均年紀大啦，教練因沙基又要去到沙特啦，俾我哋感覺啦，成個意大利嘅龍頭球會都彎埋啦，仲要咁老態，唉！意大利國家隊都冇到心機啦。但係你唔可以咁樣噶嘛，莫非我哋國家隊嘅中超搞得唔好就放棄咯？個道理係一模一樣噶。今日史法列提啦，最令我哋嬲怒嘅地方啦，係你班波唔得，佢竟然講我而家咧要準備下一仗，但係下一仗一踢完啦，我第一時間已經要揾足總啦，俾人我啦！喂，俾多啲新血我，要多啲人叻啲嘅，可以打多啲位置嘅，鬼唔知咩？你係教練啊嘛，你話歸嗰陣時，呢班波嘅榮譽辱，你有冇擺上佢肩膊？有冇擺上心啊？得個賴字，好啦，文仙尼啦，當時真係有決勝嘅，選下列迪古、阿根廷裔嘅中鋒，好啊，喺亞特蘭大勉強可以啊，但係到國家隊層面啦。2023嚟到而家啦，都冇乜代表作㗎。當時咧，佢俾人鬧，我哋意大利4星㗎嘛，點可以選啲歸化㗎啦？阿文仙尼一語道破，同我哋中國又係一模一樣㗎。咁多位大臣，咁多位記者朋友們，你哋上街睇下有冇細路仔踢波？你睇下我哋咁多隊意大利嘅俱樂部係青訓搞成點？我唔向外求點算啊？所以懷疑斯法列提啦，揾下會長㗎啦，可能就係咁啦。你幫我歸化啦！我本地揾唔到人啊，揾唔到人，我哋連續3屆冇世界盃㗎啦。如果你同我一樣，嗱，起碼都睇20年啦，30-40年最好。呢隊意大利國家隊係咪真係好似我哋中國隊？